當我收到華僑大學嘅錄取通知嗰時，我知道我離家鄉更加近啦。我嘅家鄉喺泉州，自細我就跟住爹哋媽咪去澳門生活，已經記唔清楚泉州係咩樣嘅。但係當時我返到嚟呢度讀書嘅時候，可以重新認識到家鄉，我覺得好有意義。華僑大學嘅兩個校區分別係福建泉州同埋廈門，嚟呢度城市都擁有世界文化嘅珍寶。喺呢度你可以感受到現代城市嘅繁華，仲可以感受到古代嘅歷史文化，體驗到唔一樣嘅人間煙火氣。同你一樣，我第一次聽到華僑大學係喺我高中嘅時候嘅一個招生活動。當時我就認定咗華僑大學係我命中注定嘅大學。事實證明我揀啱咗，我揾到自己熱愛嘅運動，完成咗好多未曾完成嘅挑戰。尤其係喺暑假，我參加咗華大積石山支教活動。呢個活動令我嘅大學生活更加嘅與眾不同。喺活動嘅期間，我同孩子嘅相處時間入面，我幫佢哋了解咗更多大山以外嘅世界，而佢哋都為我打開咗全新嘅扇大門。喺華大，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回到祖國母親懷抱嘅自豪，揾到更明確嘅方向。呢個就係華大教識我最好嘅意義。唔誇張咁講，華僑大學呢4個字一直喺我血液入面流淌住。我爹哋媽咪都係華僑大學畢業嘅，呢度嘅每一個角落頭都有住佢哋青春嘅回憶。從細到大，我就成日聽佢哋講華大有幾好。當我真正踏入華大嘅大門，迎面而嚟嘅係親切、熟悉，仲有更多嘅驚喜同埋新奇。而家華大已經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，有更多嘅學科專業俾我哋選擇，可以享受到更優美嘅環境，仲有好多優秀嘅老師傳授我哋知識。我都想喺華大留返一個獨一無二嘅烙印。華僑大學係一所特色嘅僑校，喺呢度我認識咗嚟自世界各地嘅同學同埋老師，佢哋成為我最堅實嘅後盾，唔單止幫助我解決生活上嘅困難，同埋令我了解到唔同民族嘅文化。每一次嘅相處都係一次好玩嘅思想碰撞，你永遠都唔會知道下一秒嘅出現係邊啲神奇嘅諗法。華大仲會為境外生量身定做多元化嘅教育方式同埋實踐活動，你可以通過學校同埋國際大學嘅合作，到海外深造，走上更廣闊嘅舞台，提升自己，展現自我。嚟華大之前，我真係好擔心自己嘅普通話唔好，會唔適應。但係嚟咗之後，我覺得自己諗多咗。華大有一個溫馨嘅學生組織澳門同學會，佢入面有好多熱心嘅師兄師姐，佢哋知道我哋新生需要啲乜嘢幫助。當你有任何問題嗰陣時，佢哋一定會鼎力相助。而家我都成為咗澳門同學會嘅一員，你唔需要擔心，因為每個嚟到呢度讀書嘅同學都會感受到家嘅溫暖。偷偷話俾你聽，華大嘅食堂真係超正，每一餐都唔重複，食勻五湖四海嘅美食，而且超抵超讚。我今年大4，講真，我啱啱嚟到華大嘅時候，我有擔心過，畢竟啱啱嚟到大陸，語言習慣等方面都有一個適應嘅過程，甚至有啲猶豫要唔要放棄。然而4年嘅時光令我改變咗想法。我覺得華大係我心目中最有人情味嘅大學，令我印象最深刻同埋最唔捨得嘅就係華大嘅社團活動。華大有成100個社團，你總可以揾到自己最中意嘅一個，然後認識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。不久嘅將來，我將要離開呢度，返到澳門，但我永遠唔會忘記喺華大相識相知嘅呢班朋友，佢哋係我呢生中最寶貴嘅財富。
喺華大等你。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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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喺華大等你。